挪威一些政党青年团体和人权组织呼吁挪威政府取消与中国的自贸协议。据报道，一些团体已向挪威政府递交了申请书，并举行了针对中国的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挪威维吾尔族委员会2月9日的表示，在挪威与中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前夕，共有14个机构向挪威政府投诉，要求取消可能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8个挪威执政党的青年组织、4个委员会和2个组织。同时，挪威维吾尔委员会、挪威藏族委员会、挪威香港委员会和挪威台湾友好协会等4个组织今日共同举行了在线新闻发布会。这份信呼吁废除挪威与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并将人权置于经济利益的最前沿。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发布声明，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为由，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英国外相拉布表示，中方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只会损害中国的世界形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与 BBC 对维吾尔人权议题的报道有关。中国广电总局在声明中称 ，BBC 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的落地条件。英国外相拉布在其推特账户上发文，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媒体和互联网自由实行了最严格的限制。这一最新举措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上周 BBC 报道维吾尔族妇女在再教育营中遭遇大规模性侵和虐待，引起全球强烈反应。过去1周，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的维吾尔人遭土耳其警方软禁。据报道，大约10名维吾尔人在安卡拉一家酒店被软禁，警方不允许他们离开酒店。最初参加活动的大约50个人中，大多数人被警察送回伊斯坦布尔和肯尼亚。据悉，酒店被便衣警察包围。另一方面，维吾尔人继续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附近的活动。1个多月以来，维吾尔人以和平方式要求中国当局提供他们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家属的信息。全球知名的美国视频监控和分析公司 IPVM 于2月9日发布了一部短片，详细介绍了由中国最大的监控摄像机制造商大华公司开发的监控摄像机中的维吾尔警报系统如何定义维吾尔族人，以及该系统如何将信号发送给警察。这再次表明，中国大型监控摄像机公司参与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在东突厥散多地修建集中营，关押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的丑闻暴露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公安系统建立的庞大的网络视频监控系统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尚不清楚大华等中国科技公司向美国或其他国家出口的监视和安全摄像机中是否存在维吾尔族警报系统，但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担忧。缅甸军方2月1日推翻民选政府而引发的街头示威仍在持续，美国则宣布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拜登表示，他当天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美国能够对指挥政变的缅甸军方领导人及其家人和商业利益实施制裁。美国将在本周宣布第1轮制裁目标，并实施出口限制。此外，美国还将禁止缅甸军方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缅甸政府在美国持有的10亿美元资金。美国财政部11日公布了具体的制裁名单，包含缅甸国防军总司令赖敏昂和他的副手军恩在内的10名现任或前任军事官员。